在香港，政府推出了多項稅收優惠政策，旨在鼓勵企業增長和創新。然而，你可能對這些政策不太了解，甚至白白交多咗稅。接下來，我們將深入探討一些重要的稅收優惠政策，來幫助你更好地把握這些機會。自2018至19課稅年度起，企業的研發支出可享有額外扣減，並分為甲類開支和乙類開支兩種。甲類開支為乙類開支以外的研發開支，例如支付與海外大學的費用，可享有100%扣減。乙類開支只支付給指定本地研究機構的款項，用於合資格研發活動。乙類開支首200萬港元開支可扣減300%，超過部分扣減200%。簡單嚟講，即係支出100元可抵免300元或200元。合資格研發活動必須在香港進行，一般而言包括自然科學或應用科學的研究、原創性調查，將研究結果應用於生產或引進新產品、系統或服務，不包括市場研究、效率調查等非科研活動。